台南精英酒店为了宣传第5届富城汉堡节，嘛邀请一帮统一赛吉祥物来演出热烈气氛。而参与活动的25间人气强军的汉堡店家加快闪的餐车，拢到场坐镇，要共同呼应台南4败庆典，推出一系列有食有保庇的好保庇汉堡，向前用在地食材包上满满祝福。丰富的这个文化古迹景点，然后承载着有趣的、热情的这个人情味，然后再有2个这个象征爱心、这个热情的这个上下汉堡，然后把它承载，然后分享给全世界以及全国的这个旅人。欢迎大家来台南旅游，参加我们的2023台南汉堡节。喝波比就是5加5波比啊，我们取这个意象，然后求好运。那我们把台南不管大家的创意还是这个丰富的物产，我们全部把它包在汉堡里面。那欢迎所有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游客来的话，献上我们的祝福。第5届富城汉堡节对9月2號上午11點到暗時9點半，9月3號上午11點到下晡5點半，2天攏是免費入場，嘛邀請大家小酒到店來食各式各樣充滿創意美味，而且是限定版本的漢堡。而飲料部分加100塊非酒精飲料，抵當零碳海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